美國人點樣睇中國人啊？有個大使啊，美國大使係我哋華人嚟喎，駐中國大使羅家輝啱啦，叻女。大家可以 search 㗎，網上㗎有個文化網都有登出嚟嘅。嗱，羅家輝批評中國人咧，就有12樣嘢嘅喎。12項。咁啊，偏唔偏頗咧，就大家自己去判斷啦。但我哋唔理人哋講我哋啱與唔啱。讚嘅唔需要人講，我哋係最希望咧有人講到我哋嘅毛病嘅，就等於係人哋咁樣，佢自己中國人，羅家輝佢美國籍，但係咧佢咁樣睇中嘅，佢話咧中國人咧就非常聰明，但非常咧相信傳言啊，北韓文化啦嚇，聽呢樣聽嗰樣特色嚟㗎。我話第二樣咧就中國人咧就乜嘢都中意搶嘅。由出世啊搶床位到臨死啊搶墳場，由頭搶到尾，搶錢搶奶粉乜嘢都中意搶嘅。第三樣咧，中國人喺大事上咧就可以忍氣吞聲嘅，喺小事上咧就斤斤計較。第四樣咧，如果你能夠透過關係做到嘅事情咧，佢就唔會通過正途解決嘅。習慣咗嘅。第五樣，佢計較嘅問題咧，唔係呢個問題公平或者唔公平，係佢去諗下自己有冇着數，係啊，有着數咧嗰個程序問題唔公平，你都冇所謂，冇着數咧就同你講公平唔公平啦。第六樣咧，好容易咧就批判外邊嘅問題。但係好少去反思自己嘅。好啦，第七樣咧就話自己過癮或者唔過癮咧冇關係，但點都好啦，你都唔好俾人哋第二個人過癮，一拍兩散啊。第八樣，佢中國人咧唔會話因為朋友成功咧佢拍手掌同埋歡呼嘅，但佢咧就前然去為一啲唔識嘅人嘅悲慘。佢捐錢，埃塞俄比亞無厘頭咁遠啦，佢會做呢樣嘢。但譬如佢身邊朋友啊、同學啊，有啲好事咧，佢唔會，佢嘅朋友成功佢都唔會歡呼，都唔差關你事。埃塞俄比亞冇雷公咁遠，自己地震都話唔捐錢啊！呢啲係仆街嚟㗎嘛，又抵鬧。好啊，第9樣咧，佢唔會幫一啲有理想嘅強人咧嘅堅持，佢伸出手幫佢嘅。佢情願咧為啲弱者嘅協調咧嘅妥協咧係流眼淚。好慘啊！佢咁樣要 settle 單嘢啦咁。人哋去鬥爭取理想嘅人，佢唔會堅持去伸手嘅。第10樣，佢唔會願意為咗執行規則，會俾個規則對自己有累到嘅話咧，佢唔願意去執行呢啲規則嘅。佢寧願咧為啲唔公開嘅規則咧去受罪嘅，正正當嘅遊戲規則，佢唔守嘅。佢唔會話感覺到俾佢負累，你成日經常講唔正當，係都會累到自己噶嘛。佢前為嗰啲去適應嗰啲台底規矩佢受罪嘅。第11樣，中國人咧唔會為咗大家嘅利益去奮鬥，佢只係會為大家嘅不幸咧去咒罵嘅啫。嗰人仆街啊咩之類嗰句咯，即係嗰啲嘢啱啦，大家一齊鬧，係嘛？不幸嘅時間大家有利益咧，佢唔會團結奮鬥嘅。精人出口，笨人出手喎，呢個中國人嘅習性。第12樣咧，中國人咧唔會為長遠未來咧去謀取福利嘅，但佢又會為咗眼前少少嘅利益咧就冒險嘅喎。呢個就係羅家輝評我哋中國人。好啦，另外一樣咧，就係以前有一個上手嘅國務卿希拉里咧喺哈佛大學演講，
佢主題咧就話20年後中國會係世界上最窮嘅國家。佢有理據嘅喎，佢有數據，佢有理據咧就有6樣。第一樣，因為大陸入邊有90%嘅高官家屬同埋80%嘅富豪咧已經申請咗移民，立咗有移民嘅意向。如果個國家統治嘅階層同埋既得利益者嘅階層，點解佢會對自己個國家失去信心呢？會好令人費解嘅。咁啊，第一樣，因為你個個人都搞移民啦，咁你個國家咪仆街咯。啲叻人同埋有錢嘅人、有權力嘅人，佢對自己國家失咗信心嘅。第二樣嘅理據咧就話，中國人咧佢唔了解佢哋應該對國家同社會承擔嘅義務同責任。第三樣理據咧就係中國人係世界上少數冇信仰嘅可怕國家嚟嘅。全個國家上下唯一崇拜嘅就係權力同金錢，加上自私自利。第4個理據，所有中國嘅人民嘅大眾咧，過去佢係權力嘅奴隸，但係而家咧就變成咗係金錢嘅奴隸。咁樣嘅國家咧，係好難會贏到人哋嘅尊重同埋信任，即係你都唔信佢啦，捐錢咯，四川地震又唔敢翻去大陸食嘢啦，冇贏唔到你嘅信任嘅。第5個理據咧就話，大多數中國人從來未曾學過乜嘢係叫體面，咩叫體面？同埋尊敬嘅生活嘅意義，點去尊敬你生活嘅意義咧？係冇學過嘅。佢唯一咧就係話係點樣想盡辦法攞到權力或者錢咧，就佢生活嘅一切嘅嘢嚟啦。佢所有精神就會攞權力同埋攞錢，佢係當咗一個成功嘅。所以佢變咗而家喺中國大陸嘅人咧，全民腐敗、墮落，同埋出現咗個好前路茫茫、好茫然嘅現象嘅喺成個中國大陸，大家都唔知將來係點嘅，淨係有錢攞錢，有權力攞權力。呢個咧，佢呢種嘅現象咧，喺人類歷史上咧係空前絕後嘅。呢個希拉里就話20年後中國會係世界上最窮嘅國家，就係剛才所因為佢有呢5種因素，所以變咗窮。跟住佢仲有第6樣啦，中國人肆無忌憚咁對個環境嘅破壞、對資源嘅掠奪，差唔多好似黐咗線咁樣。呢種咁嘅奢侈、糜爛、浪費嘅生活方式，大家計下數，係咪要好多個地球先能夠供給到佢哋啊？一個地球都唔夠嘥喎，係咪要幾多個地球先能夠提供到佢哋呢種咁嘅奢侈、浪費嘅糜爛嘅生活咧？雖然剛才回應翻轉頭講啦，呢6項就係中國會係20年後最窮嘅國家，有呢個6種問題，加埋呢個駱家輝所講嘅嘢咧，就話呢個咁極端嘅言論咧，但都雖然話係有啲係偏差啦，我哋作為中國人，但亦都令到好多唔知嘅人去震驚嘅，值得反省深思。咁啊，希望所有愛國愛黨嘅人士，或者關心民族強盛嘅人士，將小弟剛才所講嘅論點咧，傳俾多啲人去聽啊！希望有啲有心人出嚟咧去做一啲工作，都幾應景㗎，佢哋講得。好啊，今日嘅第2集雙響炮咧就完結啦。
下次有時間又再見，拜拜。拜。雖然話係有啲係偏差啦，我哋作為中國人，但亦都令到好多唔知嘅人會震驚嘅，值得反省深思。咁啊，希望所有愛國愛黨嘅人士，或者關心民族強盛嘅人士，將小弟剛才所講嘅論點呢，傳俾多啲人去聽啊！
希望有啲有新人出嚟咧，去做一啲工作啊，都幾。